美国国会议员南希·佩洛西女士任命维吾尔人权项目董事会主席诺尔·图凯勒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托尼·珀金斯说：“我们欢迎任命图凯勒成为委员会成员。图凯勒先生拥有丰富的律师和人权拥护者经验。”这使他成为委员会工作的重要资产。他的经验、专业知识以及对提倡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坚定承诺，将带来丰富的知识和见解。图凯勒出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卡什，他于1995年作为一名学生来到美国，并于1997年获得庇护。他是第一位受美国教育的维吾尔族律师。图凯勒拥有华盛顿区美国大学的国际关系文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的维吾尔人说，他们的家人消失多年后，现在正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与他们接触，劝阻他们公开反对新疆地区的镇压行动。居住在美国的一名维吾尔人萨米拉伊敏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日报本月早些时候在其推特账户上播放了他的父亲伊明江西丁在中国拘留营失踪2年多后的视频。伊明江还通过微信联系了萨米拉，否认了他曾经遭到拘留，并告诉他的女儿他被反华势力欺骗了。波士顿27岁的医务人员萨米拉对美国之音说，在我们第一次在微信上在线对话中，近3年后，他要求我删除过去的帖子，不要在推特等社交媒体应用上发表任何东西。他说，他确信他的父亲受到了中国当局的胁迫，要求他停止支持维吾尔的活动。今年1月，维吾尔协会主席库扎特·阿勒泰在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一段视频中找到了父亲梅米特·卡蒂尔。这位68岁的老人失踪了大约2年，长达2年，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突然间，我看到我父亲在中国国家电视台上谴责我，说我应该停止我的激进主义，否则他会断绝我的血缘关系。库扎特补充说，他的父亲看起来半身不遂，明显是在背稿子。欧盟委员会主席切尔斯·米歇尔代表欧洲各国政府表示，我们非常重视香港保持基本法和国际承诺所确定的高度自治。米歇尔是在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的视频会议结束后做出这个公开表态。他说，欧洲和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有着同样的看法，我们对中国的行为并不天真。米歇尔强调，欧洲支持香港自治的基础一国两制原则。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再次针对港版国安法进行表态。他说，准备本周开始对中国采取行动，但他并未说明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了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愿望，但他补充说，他没有设定具体的目标日期。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正在为总统特朗普制定最快于今年秋季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这一说法符合特朗普在大选之前完成撤军的心愿。特朗普已经在向五角大楼官员施压，要求其在撤军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但特朗普也称没有对撤军行动设定最后期限。美军非洲司令部昨日称，俄罗斯最近派出战机到利比亚东部支援当地头军哈夫塔尔作战的俄国雇佣兵，令外界担心利比亚内战升级。俄国战机曾飞到叙利亚，重新蓄油掩盖俄国来源地，但不确定战机何时到达利比亚。俄方否认了这一指控。